照顾精神疾病的患者，除了医疗甲社区资源陪伴也是真重要的。不过，亲像伊甸基金会表示，前13号防疫3级警戒，真侪病院处理量拢下降，社区资源暂停，探访的机会也减少真侪，这对精神疾病患者来讲是真危险。伊也呼吁政府讲，要赶紧规划配套措施。伊甸基金会演出行动局说明，伫疫情之下，精神病患的困境，3级警戒期间，关怀甲医疗资源拢紧绷。病患家属王妈妈表示，伊的囡仔3级警戒进前，就因为精神疾病带入机构，疫情爆发，探病机会嘛变真少。迄段期间，真惊囡仔的人际孤立。后来孩子去医院调整状况，住院后我去医院探访，要快筛，就算打完2剂疫苗，也要14天后才能探访。而且跟他讲话的时间也缩短许多。家属表示，老爸以6月到9月，逐工敲230分钟的电话，互囡仔关心。但是伊嘛讲，毋是所有病患家属拢有法度安尼做。基金会表示，精神疾病患者欠缺人际接触，这对因来讲是相当危险。芬兰、美国等国家拢有医疗资源送到厝的机制，其实会使参考。我们本来就没有危机的医疗的紧急危机处理。我们可不可以在下一波疫情之前开始？不止医疗重要，社区服务的活动一样不能暂停。探视的部分，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视讯的探视。疫情期间，他们该看的医生还是会去看。基金会表示，3级警戒期间接到真侪家属的电话求助者的问题，呼吁中央即马就要赶紧做好紧急安置、社区资源分配等等配套措施规划。记者郭刘水台北报道。